作者總天元太公望，第千禧種，董祥。如果一出生的初生嬰兒，在長大後3至5歲，發覺初生嬰兒本身的靈魂有問題，可能是初生嬰兒投胎時靈魂給其他靈魂入侵，或者有可能是前身的靈魂。如果你們家長對你們兒子的前身不知情，或可能經常發生怪事，最好可以和陰間閻羅和天上玉帝請求改變初生嬰兒不好的靈魂。當然和陰間閻羅和天上玉帝再購買一個新的靈魂是需要費用的，手續費會是初生嬰兒投胎時費用10個點。神創世個人有4朵靈魂，如果有一道靈魂出錯，或發覺生錯，可能是他前生今生的問題。所有是有權選擇可以退貨的，退貨費用是初生嬰兒投胎時的10個點手續費。如果20歲、30歲、40歲、50歲或後都以每10年乘1，如果50年就是50年除10的費用，就計到50年除10等於5的倍數，再乘投胎時的費用，就是靈魂出錯或需要更改的費用。所謂精神問題是靈魂投胎前世問題，若更正問題，靈魂就會正常生活。